我槟榔猪肉，咖喱肉啊，这个猪肉没有用啊，哎。2、3、4、6、6，好。这个猪哦，不要了，生不出来啊！2、3分钟解决了，哎，好啊，嘎不嘎不，跟人家中2吨，中2次都4块，多少对炒咖喱牛，不知道第3次要不要中。漂亮了可以了，按下猪。回到家了，看看家里开20几天了，不到20天啊，看看
家里的环境就是如此。菜脸如何？看看，哦，哎呀，都是叉叉，我看看，长得如何？看，不要小看哦。来，哇，好多的四季豆，来，四季豆啊，漂亮的四季豆啊，看，好啊，哇哒，哈哈，全部都是叉草，哎，到底要这个怎么处理啊？哎呀！大都哥们就是沙漠，哪里不好？
哇哦，这个猪肉，这个这个猪肉米，沙拉诺，麦，叫乌沙纳，什么东东？炸黑。NF 的黑豆，好，我看看，来，哦，来，就把萝卜切，然后腌1-2天，腌好了，晒干了，今天晒了第2天，加上天气这里说声哈利路亚，祝大家以马内利，拜拜。阿明啊，爸爸最喜欢的波浪咖啡，哇，按下注，刚刚收到了，谢谢你哦。阿明，谢谢你，2箱乘以24，48罐，哇，太好了，1天1罐，可以喝到48天，哈，哎呀，好。
了，啊，哎，啊，不要吃，来报名，来，啊，来保温，哦，来，哎呀呀，啊，哇，这个肉，呀，哇哒，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哦，哦，哦。不中奥，不中奥，沙巴乌马布尼，沙巴乌马沙巴乌马，沙巴乌鲁，哎，当当布尼，当当来，有的拉手风琴，有的弹钢琴，哇，这边也山脉，不中奥，有
怎么不爬呢？哎，哦。这个大姑娘马八子啊，再来马八菜姑娘大姑娘，从以前就是马八子啊，人家已经做完了，再来马扎来吧面安hati来了，这么多嘛。坚立在应许上。好啊，姑娘姐，杨金德啊，翻唱，哎呀，下课了，啊，这姑娘叫翁贤美带你烧，姑娘姐，翁贤美姐。三观眼镜的熬啊带你，反正能都应变你熬你三麦对，而你给带你三观眼镜的我三麦对诺啥带呀，那了都三麦，自己拿自己的了，没有就没有了。对呢，我那对呢ini dunia ini kan kau pacana.加油！李乔，来小玉做小农夫。哇，我们的波钓，2个波钓。2个波钓都来了，加油！脚跟响应爬萝卜，认真的小熊哇，嘿，阿嬷在这边宰豆豆，宰豆豆，老公在搬豆豆，有的在弹琴，哇，认真，这个认真的学习，好成绩，
来这么放来的，马都干明秀好啊！加油！昨天刚刚买回来的中山琴啊，从来没有摸过中山琴。昨天买，昨天晚上练个2个小时，一大早人家工作，他不是偷鸡摸鱼哦，他很认真的学习，因为明天要演奏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哦，哎呀啦，对你到了，哎，其他的人才主闹，哒哒哒哒，我中熬，我中熬，我中熬，哎呀，想一下没有斗笠啊？斗笠有没有？掌声鼓励鼓励！啦啦啦！2位小朋友，拔萝卜，拔萝卜，小心街头艺人是在街上，这个街头艺人在农庄农地啊，这边有人打伞吗？没有人要给1块、5块、10块，没有啊，要给猪熬就好了。有猪熬鼓励妇女秀啊，哎呀！很厉害，昨天买回来的中山琴，很认真的。昨天晚上睡不着啊，哇，大学习中山琴的精神这么厉害，你看，比那个比林秀的中山琴啊，哎呀，哇，他的中山琴很漂亮，过年去欧奶，他是多懒吗？懒惰吧？这个豆豆吗？不是，因为太认真了，晚上要演奏啊，哒哒哒哒哒，你咋？哎呀，
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有种牛龟啊，在沙溪公寓的大楼啊，干嘛呀？走吧，
头打掉，整理，哎呦，整理当中啊，哎呦，这个火烧炉，这个叫火烧炉，看这个仓库这有什么东东呢？听我的仓库就是这样子。以前的火烧炉，看看，观赏国际机场，哇哒哒哒！哎，看看颜美玉在做什么？颜美玉在做什么？哇，原来在用竹鏊啊！看，我竹鏊啊，竹鏊姑娘。哇，你看，认真的女人已经没有了啦，越来越少了啊！你看，这个也是竹鏊啊！你看，哇塞，大竹鏊，大竹鏊，哎呀！看，现在继续播，播完了再来赏卖。但是这边还有呢，不知道你做什么，又要做巴掌吧？哎呀，我大呀，我嘛比你还嘛比亲啊，这个啥啊？哇！这个厨房里面还有电视可以看，好吧，继续努力，做妈咪慢来，哎呀，马上我itu，个中澳人地道，哎呀，这个是5枚障碍。好了，